台湾是一粒自然生态真澎湃的岛屿，四界拢有真侪古水佮趣味的生物。咱毋免走足远来当看到因，会使讲因就住伫咱的厝边。今仔日有3只细尾虫要甲带路虫阿婷做伙四界扫，咱即马就斗阵来看卖啊！今仔日因会找到啥物？阿姐，你在看啥？哎，恁来啊！创啥？恁敢有听到什么声？神啊，在叫声。对啊，我咧找看卖神啊伫倒啊！恁敢知伫倒位？这边。这边哦。我感觉迄张有可能。啊，恁敢知安怎找神？唔知。啊，你若看到树身顶面有一个物件扑起来，迄就可能就是神因徛咧遐。恁会当上看卖啊？敢有听到神的声？哈，你遮啦！恁感觉是倒位咧叫？巴肚。你感觉是巴肚？来，我报恁看，因巴肚才有一个挂，因为因去用掠到的时阵，伊嘛会讲，你甲我放开，你甲我放开。伊身躯有一个物件，就做像咱耳孔内底的膜啊共款，所以因会叫，啊嘛听会到声。啊，恁敢知因叫是要创啥？要带迄个母的虫，伊要叫你家放开。哎对，恁看伊的身躯，伊的舌啊是骨是透明的。啊，毋过有一寡种类，有一寡鱔吼，咱台湾阁有足侪种鱔。啊，有的鱔伊的舌啊是有色的，有乌色的，啊嘛有红色的。因伫咧树仔顶面食啥，恁敢知？树叶。伊树树食对无？恁拢知影。啊，迄个树讲就是因要食物件的时阵，伊本地拢囥安尼，啊要食物件的时阵，伊就剩安尼跺入去树仔内底。这恁敢有捡过？有啊。这热天的时阵就足侪哦。啊，恁看伊，其实伊已经是空的啊，哦，看会出来。啊，你看遮中有一支管有无？咱头拄有看到迄只嘛有一支。伊会甲迄管抽出来。嘿，伊会抽出来，啥物感觉？咸咸。有高啊。所以会当甲迄树仔抹掉对吧？恁敢知影松林内底佫有啥物虫最爱叫？除了鱔以外，咱头仔已经看过鱔。草莓啊。蟋蟀啊，草莓啊，啊佫有无？草鸡啊嘛。哦对呢，恁讲的拢是一个足大的家族哦。恁敢知因可能拢住伫倒草坡仔对吧？因为阮这回是草坡仔，后面踩一因就跳起来。啊，甲讲的无毋对，经过草坡仔时阵，咱用骹去啊拉。啊，若足侪飞起来，就表示遐有草莓啊迄类的。对。好，安尼咱会去找看卖哦。我这边草坡仔足水的呢。有啦。啊，到遐即马足侪。头拄啊，咱拢伫草坡仔顶，拢有看到物件飞起来对吧？啊，迄大部分可能拢是草莓啊，草莓啊家族嘛有足侪会叫的。咱即马先伫草坡仔看会当找到啥物款的种类，啊，若是有掠到，才甲我叫，吼，咱才来互相分享做伙看。OK， Go。这边有日头的所在有较侪。用砍的。哎呦，成功！我掠到上细只。哦，你掠到这古水呢？嘿，这只嘛还袂有食啦。你拢敢若掠一只？因这道拢先干那一人掠一只，啊，你的，哦，你这有3只，哦，你这有一只足大只的。跟你放一个大只。足大布的屎。恁敢知恁掠有啥物无共款？上大只是草鸡啊，另外2只细只的。草莓啊，拢青。拢青色的。是，佮有咖啡色。哦，恁这4只细只的吼，这拢是草莓啊。哦，啊，这只上大只的是头拄啥讲的？草鸡啊。嘿，这只是草鸡啊，有一个较简单的方式，恁会当看。草莓啊的是物较短、较粗。啊，这只草鸡啊，伊的手会较长。好。有无？草莓啊，甲草鸡啊，拢住伫咧草坡啊。因大部分是食菜的，伫草仔机顶悬扫来扫去。为着保平安，因拢有真好的保护色，有土色嘛有青色的。
若是拄着危险，就会用因迄对粗佮有力的后骹跳起来逃命，甚至甲石仔舔开，飞甲远远远。有当时，那飞佮会发出声音哦。阿弟，你做咩啊？你用网啊？哎呦，叫你发现啊！你嘛拢有够强的。那拄你是毋是有看到我头一步？噔噔，会当用网啊掠，恁敢要试看卖？对。用网啊掠，我离遐行来行去就掠遮济安尼，你敢看着？你听你甲好起来，袂对迄个空扫出来。网啊才有一个空，所以你咧掠的时阵，若无掠好势，伊就会安遮走出来。无。哦，飞去啊！啊，你头仔讲了无毋对，咱用网啊虽然足轻松，毋过因为伊有一个喙，对吧？所以你若用无好势，你掠到的物件会佫飞出去。所以我即摆想要，互恁练习，看卖安怎用网啊。我知影要安怎用。你知影？等下要互恁练习吼，虽然讲你会晓，毋过有一个最好耍的，你要试看卖无？什么？你先家放，我有去传一寡古水的物件。这是啥物？鸡龟。先弹落去。恁就是安尼练习，就是用糊的，甲伊糊起来。啊，糊起来的时阵，你网啊安尼一直冰来冰去，你看伊就会保持伫咧网啊下骹有无？是无夹翕得石头抓，你上尾。哦。夹得石头抓，夹得石头抓，夹得石头抓，夹得石头抓。我明仔载较来好啊。出来，你第一个，还有一条啊。你著保持，互伊放喺内底。较细来，你的糖要分去啊！好，来。我。咻咻。我。咻咻。好，安尼你咪当去掠。用扫的，你爱扫过来，搁扫过来，搁你甲网仔并过，嘿对，安尼虫就袂走出去。好，赞完成。不是啊。阿婷，我要搁转来坑啊！头拄仔恁用网仔是毋是拢加较轻巧，就会当掠做济对无？手买就生。哦，手会做酸，啊用这网仔就会当保护因，就是较袂受伤。嘿，哦，安尼看足够水安尼。啊，我看。你看安尼看。啊，咱即马伫咧草坡啊，大部分恁掠着拢是草莓啊，即类的。草莓啊是因迄爱叫的虫，叽叽叫的虫的家族内底收上较底。你安那草莓啊，因啥物时阵会叫？暗时。因甲其他的亲情无共款，因是用骹甲伊的舌骨去磨发出声音的。像恁头拄仔行过，伊毋是会飞起来？有一寡较大只的，伊飞起来的时阵就会发出夹的声，迄就是伊的骹甲伊的舌仔飞起来的时阵在踢的声。好，安尼咱等下要来找另外一种啊。剩的拢放掉好啊。好啊。咱头拄仔按迄头仔较长的草坡啊，看到足侪草莓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即马来即个所在吼，伊有较侪即种有土的所在。咱即马就是要想办法要来找住伫咧土底的毒白啊。伊甲咱头拄仔看到其他的虫共款，伊嘛是会叫的虫哦。是啊。哦啊，所以咱要来找看卖即种住伫咧土底的虫，因甲咱头拄仔掠的草莓有啥物无共款？三个合作去灌水，咱去灌水转来啊，会当用水甲因灌出来无？因的孔径做大水引入去对无？对啊。对，咱就是要用水甲因灌出来。啊，所以恁会当。风开时阵，应该咪全部拢走出来。落大雨的时阵，因水拢会走出来哦。哇！一罐水无够，恁会当合作做伙。我出来。好，继续灌。多姐，你看你也来看我汤来的，我汤来的哦。就滚。我要先甲去大桶灌满。阿弟啊！我嘛灌着一只呢，恁会当找迄外口的土，较侪土的。你看我头仔灌一只，恁来轮流灌哦。啊，袂若出来的时阵走去，恁两个拢无伫的。好，你灌。你苗好准。给我踹！这坑到底是偌深？哦，出来，这一只。哎，这，你帮我摕喺透明的壳来，去摕。去灌。好，请灌。我这坑嘞。喂，阿公。我来。豆白啊、细笋啊、豆渣啊，这寡虫，无像草莓啊有轻功，会伫草仔顶飞。
因上介介意伫涂骹走来走去，阁会挖空覕伫咧内底。一方面会当保护家己，一方面崩空的回音会互因的声变甲愈大声，袂输用喇叭咧放送共款。毋过因的崩空真惊做大水，水若灌入去，因就无法度喘气咯。耶，出来！你看遮大只，类似加纸，类似加纸。你看伊的骹嘛是像鸡腿共款，伊嘛会跳哦。啊，这恁敢知影这边仔看公的还是母的？唔知。伊若是公的吼，实仔拢会安尼灰灰；啊，若是母的，伊实仔顶面的花草是直的，伊是一抓一抓的，而且尾溜会有一支长长的管，迄是咧生两个管。啊，所以即只恁看伊是花还是直的？花。对，所以即只应该是公的。你看我甲掀起来哦，伊只有两个，伊头前有一个砍的，甲伊的喙砍起来。啊，你安尼就看到伊的喙是相平，有无？足辣的，伊会当食迄食物。恁敢会记得即只叫啥？我头拄有讲。大伯啊！是啦，这是一种蟋蟀啦，啊，毋过咱拢叫伊大伯啊。这是台湾大蟋蟀啦。我看，不要掉！你嘛抓着啊？啊，你看唔到咩啊？成功。咱头拄有看到即只是咱咧讲的大只的，对无？这种较细只，这是蟋蟀啦。啊，因嘛是用舌仔咧叫，因拢是蟋蟀仔家族的。即只是母的，即只虽然还袂发舌仔，毋过伊尾溜有一支管。小看到。而且因的手吼，是毋是拢比咱头拄看的草莓较？因那边，对啊，因的面咧甲你看，啊，因拢会当发出声音，像迄个笙乐器共款对无？啊，我等下想要招恁做伙摕家己的乐器来耍看卖。咱即摆咱去传咱的乐器，啊，歇困一下。好，行。我去甲包不平讲，冲啊！你可能会想讲，头个叫声甲几十分贝安尼啊？毋过先仔是其他甲伊放上头，因的叫声会使超过100分贝，比咱唱卡拉 OK 搁较大声。强要甲飞音机起飞的时阵变大声，甚至有一寡惊雷的声。若是大家同齐叫，声音会使传到1公里外内。就好耍啊！特别你爱时阵，当中拢会叫惊的。我嘛无介意度假，因为我整个敢若无关系。卡拍一个就是你讲一个较底。